续要来关心天气的状况。昨暝中部以北来到今年春天第一场的大雷雨。今仔日虽然北部也是乌阴，但是风面已经通过了。敢若剩东部有一寡零散雨。也毋过爱注意的是，受到东北季风路南的影响，北部地区阴暗、愈暗，阁会愈冷，低温会降到17度。明仔载后日西半部就阁翻好天了。 今日透早北部的天气凉凉，民众敢若使阁甲长椅啊穿转来。天气敢若随时拢会落雨，不过风面已经通过，雨会开始较肥。不过东北季风路南，北部愈晚会愈寒。东半部地区还有一些局部的降雨，那另外在山区可能也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。那大致上降雨是比较趋缓的。今天白天之后，很快的东北季风就减弱了。那预估从明天白天之后，一直到下周一这段时间，其实在气温方面，各地的高温大致就会恢复到25度左右，会比较呈现舒适到温暖的天气形态。 和17号相比，台北高温将近30度，18号北部高温敢若剩23度，低温敢若剩17度。中南部无受影响，维持30到32度，东部也受零散啊雨27度。8个礼拜会吹东风、东南风，风头面东部地区爱细日有可能落雨，西半部地区阁会是好天，不过后礼拜2阁会变天啊。目前预估它的强度跟目前影响我们的东北季风是类似的。 预估在北部地区的低温大概在16、17度左右，那其他地区在17到19度上下。那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可能在下周2到下周4这段时间，天气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。 后礼拜2会有风面报道，加上东北季风增强，天气会转湿凉。拜3、拜4，华南分河区会来乱搅，落雨范围有可能变济，可能连中部平地和南部山区拢会落雨。这波按算会到后礼拜4，出门上班要记得早雨伞雨满。春天后母面要变一时间，出门在外都要加注意上新的天气资讯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